Hello，大家好。大家好講到買樓就一定要落名啦。係而家我儲咗老婆喺呢度買間海亞繽紛城嘅公寓單位，我淨係寫我自己名，冇落我太太名。將來真係萬一我唔喺度，間樓會唔會自動俾我老婆嘅咧？係唔會㗎。唔會。唔會。首先咧，如果間樓佢係寫你一個人嘅名，佢本身喺法律上係屬於你哋夫妻共同所有嘅。我已經共同㗎啦，對，已經係共同㗎啦，唔使聯名。唔使聯名。 OK，咁即係呢個老婆你可以放心。對。咁然之後咧，萬一真係有一位走咗啦，咁另外嗰個咧，佢除咗話呢一半係屬於我嘅，咁已經係定咗落嚟。咁另外嗰一半咧，佢係要作為一個法定繼承嘅。法定繼承包括仔女啦、父母啦、配偶啦，呢啲大家嘅地位係一樣嘅，即係要去平均分嘅。我係咪應該一買咗樓寫定張平安紙，到我走嘅時候，淨係留俾我老婆指定嘅人？對。咁爸爸媽媽年紀大，佢都唔想要，就做少好多功夫，係咪咁講？係㗎。但係譬如我老婆係好小心話，我係都要落名，咁得唔得嘅咧？兩個人聯名，咁聯名係咪一定一人一半嘅咧？聯名有兩種，佢一種咧叫做共同共有，佢就唔寫份額嘅；一種咧就叫做按份共有，咁佢就有份額嘅。譬如我落佢4都得嘅，都得。咁如果我錄佢4，萬一有我唔喺度，我嗰個6係咪要分咗3俾佢嘅咧？你嗰個6就要睇首先有冇立平安紙啦。咁如果冇立嘅話，就睇佢有幾多個繼承人啦。又要睇翻幾多繼承人？對。又係要跟翻中國嘅法律分配。對。你又會唔會贊成一個業主喺度買樓咧，用間香港公司買，會唔會好複雜咧？搞到用間香港公司買確實會複雜，因為你首先你要證明呢個業主係一間香港公司，咁你要提供喺香港嘅商業登記資料啦。咁你呢個香港嘅商業登記資料仲要經過喺香港嘅中國認可嘅呢個委託公證人嘅認證啦。都幾貴㗎，呢個費用。係啊，對。咁你然之後咁你將來要再處理，亦都要經過呢個程序。首先呢個主體就要有一個證明啦。經常都要證明呢間公司存在。對。有冇任何嘅好處咧？我諗到嘅就係人就會有機會唔喺度啊嘛。公司如果唔清盤唔結業，就可以永久咁樣落去。但係我哋喺香港買樓，就中意有時唔賣樓就賣張股票。呢個係有可能嘅。但慳唔慳到稅咧？呢樣嘢係咁嘅。如果你賣嘅係香港公司嘅股權，咁就要睇翻呢間香港公司佢係咪一個實質經營嘅公司。即係假如佢係一個香港實質經營嘅公司，咁你喺香港去出售你嘅股權嘅話，咁你就按照翻香港嘅法律去繳稅就得啦。如果呢間公司係乜都冇，佢就係齋持有呢一間內地嘅房產嘅，咁假如佢係又賣股權嘅時候係100%轉讓嘅，咁如果俾中國嘅稅務機關佢得知呢個情況嘅話咧，佢會穿透呢個交易，佢會認為你呢個股權交易實際上係為咗房產交易，佢就會按照翻正常嘅房產交易嘅稅費補徵翻你嘅稅。明白，咁樣穿透就真係可以追到落嚟。對，可以嘅。大家記住啦，你可以一個人買樓啦，可以聯名買樓，可以公司買樓，不過咧費用可能就唔一樣。而一個人買樓，另一方咧雖然你冇落名，但係都唔使擔心嘅，因為理論上共同擁有咧，你都係可以分到嘅。係嘅。咁你清楚未？